今仔日是德鲁古自强号发生败马事故第7天，下晡3点，伫花莲市殡仪馆替往生者举办头一法会。目前也是有这往生者的家属无法度甲因过往的亲人接登去处理。其中一位受难者家属，也就是望清吴享信的阿兄表示讲，伊的小弟遗体到当时也未修复完成。就是目前就是等老师，让老师慢慢的去将想成的大体可以修复完成，就这样。对，就是有立委好像提议说，就是把第8节车厢啊，就是放在总统府前面的广场。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提议？其实这个提议很简单啊，就是假如说对于政治人物或是全国人民都有一个警惕的话，其实我是赞同的。德鲁古自强号罹难者当中，目前还有7位受难者等咧殡仪馆进行遗体修复，还有2位是外国人，伊的家属也未来到，所以无法度开死亡证明，所以因的遗体也未开始进行修复。